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设有中央厨房，后来也有这种植物，大量的喷空落叶如何处理，就是一大难题。因此，学校提出后园空间自主处理都市生环经济教育专案，向经济部中小新创企业署申请补助，建置大型都市机。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科技种菜，然后帮我们的这个厨余的这个生质处理，包括果皮、菜叶这些，透过这个生质处理系统的一个再利用呢，让它变成基底肥，也形成一个循环经济。这台都市机利用技术混种，经过双稳双压。将菜叶、落叶变成有机肥料土，设计出生环经济的教育无助。这唔单是全台南市的第一座，也是全国首创。那整个对于这个肥料的处理啦，怎么样再把它落实到食农教育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。它是一个模组化的基础，所以这个成效如果非常良好的话，我们会持续再跟教育局跟学校来合作。推广这样的活动，产官学研四方可以一起合作。那相信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，也是食农教育。未来环保局、跟教育局会来亲自合作，将这台都市机导入各校，除了提供都市气化管道，将有机肥料土回馈到校园作物，同时让学生增进食农教育的技能。台南新闻小华采访报道。